難得好天氣，上嚟大山吹下風啦。順便又試下新砌嘅呢架車，就係呢架啦。XDS 嘅 XLab RT9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啊！XDS 喜德盛呢個品牌，相信車友們都會聽過，但係印象可能仲停留喺平價嘅車。但其實近年已經活躍喺高級車嘅市場，近年亦都成為咗國際一級車隊 Astana 車隊嘅贊助商。一級賽場上面呢，已經可以見到 XLab 品牌嘅單車㗎喇。今次開箱呢一架 XLab 頂級嘅爬坡車架 RT9，塗裝都幾靚㗎。原裝跟嚟呢，有個專用嘅一體把，個樣都幾靚啊！重量280克，一體把嚟講呢，算好輕㗎喇。原裝座桿呢就150克，普通啲啦。頭叉就285克，都算好輕㗎喇。而且係用偏心嘅頭管設計，上管上端呢係向後偏㗎。稍後會講解下點解。RT9 最大賣點就係輕，M 碼車架550克。而家市面上能夠有咁輕嘅車架唔多嘅，除咗最有名嘅 S-Works F-Box 之外呢，印象中就只限日本內銷嘅 Yonex Carbonus SLD。曾經我都諗過親身去日本買嘅，但係要先俾錢先會生產，而且都好貴嘅，放棄咗啦。而 RT9 呢係2025年尾先發表嘅新車嚟嘅。我呢架 M 碼車架個塗裝叫千山翠。呢個綠色都做得好靚啊！車架實重呢係676克，其實只係比我上次砌嘅大石添車架輕36克㗎咋。但係呢個車架呢，用 BSA 嘅扭畫中度咯，同埋比較細嘅 headset， 令到成架車嘅重量呢比上次砌嘅大石添呢輕咗100克。如果係 S 碼黑色車架呢，更加應該只有630克左右。曲柄呢就係Lily嘅X260。碳嘅 DUB 軸心呢，實重都係257 gram， 比起最新嘅 Ram Red 呢仲輕啲㗎。功率計呢就 SKD 嘅108克。其實Lily呢係有超輕嘅618克功率計嘅，但係4爪嘅片呢一般都重啲嘅，超過130克。所以我都係用返5爪，配返呢個94克嘅 Extra Light 齒片。整體嘅重量呢，同Lily功率計跟4爪盤片係一樣嘅，但係成本呢就平好多啦。腳踏呢係國產嘅無標腳踏，Shimano規格。尾鈎呢係 UDH 規格嘅，呢個金色鈎呢重量22克，比原裝輕少少咯。再加上係直裝嘅 Shimano 規格啦，再用少一個轉接鈎，再輕多11克。把手啦、把蠟啦，都係用咗多年嘅 Darimo。另外，由於車架原裝呢只支援專用嘅一體把手嘅，改用分體把呢需要另外 3D 打印一個出線 headset 蓋，而且呢個頭管呢為咗用更少嘅 headset 令車頭更低風阻呢，又要俾線管穿過喎。所以頭管嘅上端呢並唔係粒啤令嘅中間嘅，所以呢個 3D 打印嘅蓋呢都做咗2次先至準確。呢個 3D 打印嘅蓋呢比原裝嘅金屬蓋呢輕咗15克左右啦。座墊就國產嘅，配原有嘅 Darimo 座桿。輪組同之前一樣啦，都係920克，配 Panaracer 嘅外胎，用返舊有嘅 Dura-Ace 套件。一個國產嘅超輕剎車碟啦，換埋9270嘅剎車制動鉗。其實有更輕嘅 Lewis SLR 68克嘅制動鉗嘅，但係佢要用專用嘅配件啦，安裝又太講究，放棄咗。輕量化嘅剎車橋啦，
加埋一個輕嘅中鎖蓋。呢個11至32嘅飛輪呢，重量係136克。而家呢架車呢，唔連腳踏嘅重量就係4.92公斤。以有雙盤啦同埋功率計嘅完整公路車嚟講，已經係非常輕㗎啦。都係嗰句啦，車輕唔一定快，但係爬坡的確比較輕鬆㗎。可能係心靈馬力加大咗啦。今次片段到呢度，多謝收看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影片，記得訂閱、like 同埋 share 啊！